西洪台过境全国农损超过10亿，家己布地蚵仔病甲全家拢害去。农业部表示，渔业的损失有1亿8千多万。台南16区也是停班停课，有人因为停电呼吸器袂当用全过身。南昆省大田埔有人偷摕吸暖器，现场互人撞到。民众去新竹百货公司食饭，天棚所暴露一粒那像是鸟鼠啊、屎的物件，业者出面回实地，卫生局要求赶紧改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8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头先来关心的就是，虽然讲这粒丹那西洪台已经过境啊，也毋过这几天受到低气压也有西南风的影响，天气也是真无稳定，各地拢会有落雨的情形，尤其是中南部嘛是有可能会落大雨的。气象署拜二呢是针对这台中以南9个县市来发布大雨特报，表示讲要等到拜六，这天气才会豆稳定。虽然丹那西洪台已经离开台湾，也毋过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天气较无稳定。气象署表示，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甚至是落大雨；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也那东部地区是侪云，山区要注意西北风。在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之下，今天目前的话，在台中跟彰化这边的话是有些比较强的降雨出现。那今天清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特别是山区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拜二各地温度也偏悬，平均伫32到35度。伫台东地区可能会有火烧风。气象署预估，自拜六开始受到高压带影响，台湾各地天气才会恢复稳定。拜六过后，温度也会回升。预计要从周六开始，随着太平洋高压的逐渐增强，那低压带会逐渐的北移，所以从周六开始到下周2这段时间的话，天气上面相对会变得比较稳定一点。恢复成夏季型无后雷阵雨的天气。气象署表示，自拜二一直到拜5，各地落雨的情形嘛变明显。气象署拜二也针对台中以南9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嘉义山区、高雄山区是豪雨特报，彰化市大水雨特报。气象署提醒，未来这几天天气拢较无稳定，各地拢有可能落雨，提醒民众若是要出门，爱记得早雨满雨伞，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桂宗林、贾桂玲台北报道。讲到这对流的分系呢，是直直咧发展。来看这中环呢，今仔日早起是来上大雨，鹿港复兴呢，这个所在3点钟来是落100-200毫米的雨，这已经是大水雨的等级啊。也那天气局嘛是同款，因为这水消透袂离，所以庙埕呢是淹过脚头污。大雨落袂煞，中华西北顶部上大雨，侪所在背负排水、拢淹水。鹿港老街附近水嘛淹甲真严重，店家无法度做生意，为咗民众嘛唔敢骑奥多摆，拢用牵呢。你真用牵呢？我骑奥多摆，唔捌拄着水淹咱船，点只多20万，唔捌水啦。除了街路积水，鹿港天桥宫嘛淹水，庙埕前甚至水淹超过脚头夫，天公路的路卡嘛拢浸伫水底。主要是早上的部分的话是强降雨，所以突然间的那个大雨雷雨的部分的话宣泄不及，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淹水现象。目前对流包在近海，然后移进来之后，造成其实是台中跟彰化比较明显的下雨。那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呢，其实不仅仅只有今天，一直到11号。气象署表示，中华西北顶部、伫鹿港、埔盐、秀水、和美、丰原等侪乡镇3点钟内拢落超过100毫米的雨，甚至福兴乡落超过200毫米，已经是大豪雨的标准。气象署嘛提醒民众，安尼无稳定的天气会延续到拜5，民众爱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这粒风台呢，对嘉义内电力伫义德乡是传出真严重的灾情，真侪电火条拢互线断去，就连水电嘛拢无啊。这乡公所已经对外来讨救兵，讲即马呢伫现场物资是真欠缺，也那今仔日各地物资是陆续送到位。另外呢，伫个义德产业园区有一间放公牛的这个牛食公司，这厂区呢差不多拢废弃啊，拢总是有5000栋的漆啊，全部浸落去。电火条断了，怀拄伫嘉义县第19线路边，但若是风台时，1958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个为嘉义电路风台破坏力真惊人。这地面上的浪板呢，都已经被吹落变形了。你可以看到后面呢，记者身后这边都是稻谷的储存槽，外形呢已经被强风吹得破损变形，雨水都已经灌进去了。这个厂主说呢，5000吨的公粮已经全部报废。
遇到产业园区这间粮食公司，5个7啊杜准组遭到重创，遭送大设备也全毁，内底5000栋公牛负责予国军甲社会救助，可能因为浸水去了损失超过1亿，也正希望政府应提供协助。那一天就是被破坏之后，应该是有雨水拨进去。 对，那这方面都还要再评估。那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我们更好的补助，或者是一些支持方案，当然这个对我们是最实际的帮助啊。伊抵乡灾后，断水断电，一般人生活无方便，连食啉拢困难。足侪所在无电，也嘛无水的物资啦，这足侪嘛无法度食的啊。乡公所初期伫面切求助，增进粮食饮用水，一暝之间各地物资拢总来，也有会台中塞车来的。 没有水，没有电嘛，那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提供像八宝粥这种东西，那我们就串联了一下，就提供像八宝粥这类的物资过来，这样。目前看起来，收到的物资应该足够。 好，那我们会陆陆续续把这些物资发到灾民的身上。那如果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电力的恢复可能在今明2天会陆陆续续去恢复。记者乡公所表示，物资目前已经充足，会分散到各地的民众，按算2日内会陆续复电。嘉义县区强调，各地路树电火条都较正严重，阻断交通的部分会先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这回这丹那市风台伫中南部是造成真大的损失。农业部公布上新的统计，目前这农损已经超过10亿。另外呢，这家己的布地就是风台入来的所在，毋那这岸边全家拢互拍起来，就连蚵仔饼甲温室的菜色嘛拢互吹害去。这农业部表示，农业处表示讲，这渔业的损失是有1亿8千多万。布地渔民的船甲摆啊，拢因为风台海涌拍起来伫渔港顶面的布花。 当着饲蚵仔的乌饼仔，嘛拢互风扇到岸边。即个风台扫过家己县政府农业处统计，饲蚵仔的布饼仔有9500平，佮有350公顷的倒饼仔，甲40外只的船仔，拢因为风台来损害。即只船吼，拄做转啊无偌久停伫遮啦，即马风台来降安尼去啦，看遮了偌济啦。 未落水啊，去风台拱去啊啦。在渔港内这停泊的渔船、渔筏被打上岸还是翻覆的情形那我们现在初估有42艘来受害，除了之前已经有2成收成以外剩下的8成以上大概都有受损的情形。那整个损失的金额达到1亿8千多万元。 除了沿海地区的船只甲蚵仔以外，家己阁有真侪所在农业设施，嘛因为风台的关系来歹去，亲像应材主要产区新港乡，都有真侪温室歹去或者是倒去。农民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减轻因的损失。整个你若干那硬体部分，大概差不多1000万左右。这就不爱看咱中央会当讲甲农民斗相共一个无安尼啊，无咱嘛无法度。 就报名仔来啊，去互拆嘛，毋知有落来船，船都互拆伊落啊，人嘛嫌着伤咧。足侪顶悬的塑胶篷布，拢总加歹有规则拢倒位的吼，所以这届是新港这灾害温室的部分非常的严重。嘉义县政府的统计表示，这届农作物受损的面积计共要1730公顷，损失的金额是2亿600多万左右，加上曲产的7000多万，渔业损失的1亿8千多万。 计共即个风台带来的损害超过4亿6千万，会赶紧完成灾损的统计，向中央提出经费的需求甲复原计划。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除了这家己受到霜冻以外，即马来看台南上届新的消息是，目前还有45000多户是失电无电通好用的。原来这农村的部分呢，台南满豆的文旦是敢若剩1成左右，规涂骹的文旦拢互风台甲扇倒去。西北透早这高雄的国军已经来到位到清理家园，即马上新的现场的情形，咱交互台记者李成武。 这回当咱小风台扇大风变大雨，造成讲南台湾有真大的霜冻，像讲内底麻豆区的文旦是将近9成，拢落甲规裤骹，本正是后个月就准备要采收啊。这回是规个扇甲安尼密密麻麻，农民讲要靠是无目屎，因为讲霜冻甲真严重，将近有9成拢乌有去。农民讲就算剩一寡吊伫咧树丛顶悬，好天会阁继续落，互因是要靠无目屎。这回这农民是讲有史以来上较严重的一届，来听农民的上新讲。 哦，去有够济啊！迄面安尼，去偌济出安尼。是啊，几点开始去？5点我就出去啦。损失到8成，所以使讲种渔我以来毋捌遮严重过。
啊，毋过今年就规海了去了去。几乎拢海去啊啦，因为你目前树仔顶悬的，无代表讲伊袂搬落来啊，因到咧会好天会搁搬来啊，系啊。车尾透早来对这高雄哦，调国军来遮支援来整理加防，因为讲人工甲车辆有限制关系，最后今仔日先针对着安静甲安业等7个财政面积甲大区域来做清运，统一要送去清洁队的 MI 场。因为讲今仔日的清运毋是一天就当完成，公所嘛讲后续会佮配合农会甲农民继续来倒处理。以上是记者李新武伫麻豆区的连续报道。好，多谢新武，咱台记台呢是持续为大家来掌握上新的灾情。另外来关心的是，伫云林水南乡呢是有老大人在厝顶互吹走去，规暝拢无困。消防处表示讲，因应这风台呢是有设2大的避难收容所，目前也阁有10外户弱势的个案是需要人来甲倒修理厝。今日去厝内面，厝中因为风球头规个头壳变过去，造成木材总风的天棚落落来，甲客厅的桌啊、椅啊、电器用品拢跌掉。初7半暝1点外，云林水南乡家己一个人大的10大人的徛家，厝顶互风台头壳飞起，目前无法度大。都抓拼落来啊！啊，规个都拢现的，啊，飞几个我是有看飞啊白苍苍啊。我们公所这边及县府会全力帮助这些乡亲进行那个安全救助计划，以及启动双 B 计划，来协助这些弱势家庭。水南乡公所讲，迄当阵接到通报，就随派人过去斗3工，而且联络老大人的厝内人来做移情安置。根据云林县政府社会处的统计，这摆风台云林山海线开3个所在的避难收容所，以风特地安置56个人，风台过后嘛拢登去厝啊。我们在昨天呢也全面的积极的启动，请公所的部分能够就是全面清查盘点我们相关的这些弱势家户，是不是有房屋需要修缮的情形，特别是像刚刚提到，就可能像屋顶被掀开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另外，差不多10外户的弱势个案，正需要较紧修理厝。经过评估，会启动一个人大的老大人，也是弱势家户风寒风妖相比计划的救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是咱的问题来看，有民众呢是去到新竹一间百货公司来食饭，不过这天棚煞挂了一粒哪像是鸟鼠啊屎的物件，互民众是惊到唔敢继续食。也那业者是有出面来回实的。新竹市卫生局表示讲，是有派人去到现场来稽查，也要求业者要赶紧改善，来维护民众食的权益。从天空掉下来，掉到我的手，这老鼠屎。伫百货公司餐厅食饭食到一半，天棚汹汹落落来一粒黑色的物件。民众讲，这个物件看起来哪亲像鸟鼠屎，惊到唔敢继续搁食，赶紧找餐厅业者来处理。其他民众嘛感觉真离谱，我觉得蛮夸张的，就是感觉会有一些食安的疑虑，觉得很恶心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掉下来？就是他们的环境卫生是有点问题。餐厅业者赶紧出来向民众回信咧，针对这个事件，业者也强调未来会加强消毒。新竹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表示会派人到现场稽查，限时间要求业者改善。第一时间先安抚客人，那先跟他致歉。餐厅本身在每个月都会进行3次的固定清消。那也接获这个状况之后呢，我们也责成我们的消毒公司，针对消毒的部分再特别加强消毒。将派员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查核，若有不符合规定，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第44条，令业者信欠其改善，届时未改善，可处6万元以上罚款。百货公司的餐厅是真侪人介意去食饭的所在，为了维护民众食的安全，新竹市卫生局指出，会以《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4条规定，要求业者落实食品卫生流程甲内部管理标准。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这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德州中部的水灾呢，到今已经有超过100个人死亡啊。官方表示讲，目前是还阁有几60人是失踪，当地办的这个营队嘛有27个人死亡。今嘛气象预报显示讲，在当地大水雨也是会继续落，山顶的水若准一个手安尼拼落来，安尼救灾就会愈困难啦。
搜救队的船伫串流的水内底继续找人。这段由德州阿尔帕索消防局伫 Facebook 影片表示，搜救队员伫上危险的大水当中，将2个抱伫一丛树的灾民救落来，佮带到安全的所在。事实上，这是这摆德州中部大水救援人员遭无困境的状况，无论是官方救援单位，也是居民自组的志工队。You know, we have friends within the camp community who still can't find their daughters. 根据气象预报，这摆大水的重灾区科尔郡会有更较侪大雨甲雷击，有可能引起更较侪山洪爆发，也就是讲安尼险境不利搜救。当局一直宣导已经部署警犬甲无人机伫水陆空搜救，当时接到通报有私人的无人机伫现场干扰，已经呼吁撤离。根据通报，伫南福克差不多40支电火条倒去。附近拢停电，基础设施严重受损。They were up at 3:30 in the morning. They were trying to move to higher ground. This is the headwaters of the Guadalupe. When it comes into the North and South Fork, and so as those things develop, it develops very rapidly. 规墨西哥边境小镇阿库尼亚来的消防队员，也有佛州甲路易斯安那州也派出救援队去德州协助，不过目前德州中部搁落雨，气象预报也发出警告，爱居民细致雨水可能会搁停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路西亚的前交通部长史塔洛沃，伊7月初7才拄互总统甲解职，结果几点钟后，就互人发现伊死伫一只车里。调查委员会表示讲，伊的头壳是有着枪，初步判断有可能就是开枪自杀。克里姆林宫到当呢是还无针对这解职来说明原因。以后警员将遗体讲出来，罗西亚首都莫斯科郊区一台车顶发现遗体，头部轻伤。经过确认是躲避解职的交通部长斯塔罗沃伊，伊初7早起才躲避开除，几点钟了后就被发现死伫家己车顶。不过克里姆林宫负责对解职原因发表评论。Формулировка указа не содержит фразы «утрата доверия». В указе в письменном такой формулировки нет. И добавить мн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нечего, это решение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伫担任乌克兰边境库斯克州长将近5年了后，斯塔洛沃伊去年5月被任命做交通部长。不过最近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事件造成罗西亚主要机场交通混乱，3天内取消485个航班，有88个航班被迫改道，也有1900个航班误点，造成数十亿卢布，新台币3.7亿的经济损失。Сейчас я до нюансов разбираюсь в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этих вопросов во всех субъектах нашей необъятной Роди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нов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Понимаю,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надежное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 это жизненн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斯塔洛沃伊也被认为甲一件牵涉侵吞国家资金的案件有关系。这资金原本用伫库斯克州防具公司的建设。根据罗西亚媒体报道，伊捌做过库斯克州长，有可能面临调查，甚至遭到逮捕。佮讲贪腐行为是造成罗西亚封锁新贵族的原因之一。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译。等下台湾继续来关心这风台的消息。这回呢，这中南部的风灾，台南市有16区今仔日要是停班停课，到当呢受4万外户共款是无电通好用的。嘛，因为这停电的问题，伫北门呢有一个时段是无通靠这呼吸器来卫生，落尾全部致死亡。就伫众人无用咧摒扫家园的时阵，伫台南南昆新的大天府，煞有人偷走去偷摕这白楼的檜落去的茶库，现互人甲撞着。电火条啊，规排都伫咸水往新营74乡道，但若是风台车人扫过，台南咸水顶真济行政区迄只暗道停水停电，到即马，不过民众拢正体谅。实在讲诶，有哪足辛苦诶，因为我有出去看，迄重要诶干道，迄电火条拢断足济。台南停电户数有19万2000多户，台电人员用要无休困电子抢修，到初八早起10点，停电户数约有48000多户。咸水区公所透早找协力厂商协助修电线，当地消防分队虽然停电，也准备发电机给民众用。准备一台小型发电机跟延长线，那民众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自备充电线跟变压器到分队使用。我们也跟家人要报平安，也都是没办法。那家人要找我们也无法，所以我必须来这边。民众坐伫消防队为手机充电，消防队初7尾仔宣布各分队开放手机充电，方便民众对外联络。停电毋但互民众生活不方便，初7透早北门一里长因为停电，呼吸器无法度用送医，最后救无倒来。
慢性疾病啊，所以就是有卧床的情况啦，然后也都是持续的控制当中，5、6点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啦。风台重创台南南昆新大天府43年历史，天龙区作为牌楼，也因为强风倒去，都伫庙方保养整理环境的时阵，竟然有人想要偷摕。警察甲我讲已经放伫车顶啊啦，这是过程拖车啊啦，我讲慢啦，我相信讲这是咱附近这阿卖的，这拢乡附近的乡亲啦，迄也毋是惯车。庙方表示，相信民众毋是故意，已经对警方表示无愿意追究，因为除了牌楼，也有下皮这结果甲设施和风台损毁，庙方已经接触厂商准备用重机具清理，但环境整理了后，才建议相关设施的保存甲修理。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伫咧台南即个风台呢，就连这咸水环内的影视基地一寡场景甲道区嘛，拢互损害去。其中这石家路的拍片现场是受损上介严重的。台南市文化局是表示讲，即马是还阁需要时间来修复，目前当咧积极来处理，希望会当尽量避免影响到后手的工课。那伫涂骹的叶皮仔甲石头，互人无好通行，也那一寡树仔也拢倒去。代表真重要的拍片场景，咸水环内影视基地，伫风台大风雨过境了后，全区停电，门阁互强风扇倒，厝顶也掀开，园区内甚至阁有所在积水也未退，真歹遗构损失。有建筑物的部分都是有损毁的，包括大门、窗户那些都有被强风吹破。有请专业的那种厂商进来，快点评估，帮我们快点修缮。对，因为目前也是有一些剧组在接洽中。文化局评估过去开2亿打造的斯卡路片场灾情上严重，包含壁、场景顶建筑强要起了，场内剧组的道具也损断，因为后续有其他剧组要翕，台南市文化局紧急联络厂商，希望赶紧抢修复原。有几个仓库，事实上它的屋瓦都被压坏了，希望是星期5的时候先园区进行开放，所以它大概会停3天。华内影视基地是台南咸水华内糖厂伫拍远大约25年了后转型。7年以来，台南市府投入超过8亿来活化。目前基地内底有4大主题场景。文化局表示，这个严重损断需要开时间修复，目前也已经启动紧急处理，希望尽量莫影响到剧组拍片的进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屏东这个所在呢，即摆风台造成的农损上介严重的，就是金蕉啊。这农民表示讲，旧年3到2风台了呢，才拄甲种落尔，结果即摆搁互吹倒去，这损失是真惨重。农业处统计讲，这金蕉受损的范围是有151公顷，损失的金额超过1000万。行入金蕉园，互风台吹倒的，拢刮甲差不多啊。有的落枝啊看起来阁好好，就捡起来卖。农民表示，虽然有的金蕉看起来好势，但是互风吹过内底有影响到，唔知影。爱等甲收成才看会到生了有水无。阮呢会使，咱就用来卖啊，袂使就脱角啊。即届嘛是足食力啦，嘛是该食啦。安怎讲？只是我会挂甲差不多啊，安尼啦。哦，你看因对面的嘛是拄仔要开始画嘛是拢当就无效啊。有的运气较好的农民已经收到差不多，但是嘛讲即摆风台影响真大。根据屏东县政府农业处统计，到7月初7，屏东金蕉损害范围差不多有151公顷，损失的金额大约有1040万，主要集中伫高丘、内埔、万万甲盐埔。县府讲，风台过啊，会开始协助处理农民申请补助。屏东的香蕉的话，大概有50%以上都受到灾害。在收的吼。拢是夏天，都去年3头耳吼，伫咧秋天的时候吼，甲弄倒去，即马拄好它整理起来，旁边的溪呀，刚好满了大概10个月左右，结果又来这样的一个侵袭，它正当要采收的时候又吹倒了。九如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有的农民旧年3到2过较顶种的，结果差不多要收成，佮拄着单仔死，实在真艰苦。伊嘛表示，受到单仔死风台这波影响的金蕉，价销差不多会伫1个月了后开始起价。目前的价销阁算稳定。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这单仔是风台扫过台湾，是影响到咱航班的运输。目前呢，这国军已经派出14架次的军机来到疏运，甲民间合作，是拢总在13000多人。也毋过目前这金门的机场呢，也是有上千人在等候补。上新的消息是，这除了华信来加班机以外呢，军方也来派军机支援高雄甲台中的航线。请问有500号以前的吗？
现场民众是真着急，咧等叫号码，希望会当抢到候补的位。金门上期机场大厅，车北透早就有真侪旅客。受到丹那市风台的影响，金门往回台湾的飞轮机抓规拢乱去。军方初期安排8架厝的运输机来协助疏运，差不多疏运560个人，不过效果有限。现场会当看到航空公司的航班，无论是飞去台北、台中，也是高雄，全部拢客满。游客是感觉真无奈，干那会当踮椅仔咧等，希望有个加开的飞轮机抓。今天我们5点多就来候，然后5点多候补是几号？300，往台中的是350，台中的350，高雄140几。好，有希望补上吗？他们有希望，我应该要住在这里。要叫到2000才会轮到你们的意思？我们打算明天再来啊。我已经决定要明天再来了。这里也不能过夜。其他的离岛亲像他做的航线有恢复飞行，嘛已经有先协调各防部支援飞机来协助疏运。也那伫个兰屿嘛有旅客调伫遐，已经有安排疏运。另外，高雄往回平湖的平湖轮是临时加开一帮船，有民众专工为高雄小港机场赶来这要搭船。我是刚去机场补票，然后机场有广播，所以我才赶快过来。对，要回澎湖上班。这届丹那市风台来是透风落雨，严重影响航班的起落。国内线已经有152个航班取消，国际甲2环航线嘛取消33架次，万分的有17班，业者有加开航线，国军嘛持续协助疏运，希望和民众赶紧返去厝里。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基顶的中区污水处理厂呢，伫即摆风台来的时阵别讲去，结果这垃圾水是流入去社区内底，拢总造成当地有数十户徛过来饮水。目前这积水已经提去，车边呢是有立委招相关单位，也佮有地方的民众来开会，除了讨论后手的赔偿以外，也希望会当早日来修复这受损的设备。工作人员又讲救地家基顶上地里人家厝的内外外四界拢消毒好势，因为七人暝中区污水厂的抽水管未堪你风台雨做一摆关一摆造成别讲，所有水就亲像安尼流一摆上地里，徛喺内底饮水的水源也搁看现现。民众讲初七清一工大大，听讲今仔日要开协调会，除了赔偿以外，因毋望讲线安全性爱加强。污染门层什么都那个都坏掉，内面都太过干。阮这厂爱改善，爱甲讲搁用好势，无你啊搁一届来，阮靠我度咧。这种大人趁食人，也毋是讲做起落的啦。水利局讲，高雄总营以南、小港以北的污水拢是流来基顶遮处理。当初设计拢有考虑到管线强度，不过经过30-40档物件留久，再加上风台雨做一摆关一摆，才会造成别讲。协调会当中，立委要求相关单位，除了先针对第一条污水管线做安全加强以外，当日施工的第二管线进度也要提升。是咧措施，不管是围墙，还是咱的一寡，还是咱咧讲吼，包括开5000万，啊，佮其他讲的清修啥，迄拢爱来做。啊，中央院补助，咱趁一届的补助来做专案来送，吼啊，其他部分市府会来。拄啊，大家拢讲伫咧家具，也是一寡设备等等，迄就是检具，就是发票也是收据，阮就照事实认定去发互你。协调会最后针对补偿的部分，收债户要求1户10万，水利局表示会带过研究，另外债务的部分会以专案处理。关于受损的管线设备，会伫2个月内修复完成。你初步会先加关厂区的围墙甲涉水的管线，避免再次破洞流入社区。记者郭家从高雄仓报道。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公布第一批关税的通知单，咱附近的国家呢，差不多拢伫个25%至40%左右。也毋过，这个名单内底呢，目前是无讲到台湾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讲，目前呢，咱台湾是还未收到美国来的批，也若派出去的谈判团队，目前是当咧协商。美国总统川普台湾时间初八透早伫社群平台公布第一批关税通知函，包括日本、韩国等14个国家，税率是伫25%到40%之间。不过内面是无讲到台湾。这笔台股大盘开价22,375.65点，盘中落到22,190.6，破200点。新台票开盘29.01落达2.2分，股汇双杀。项目可能还在协商，或是双方在角力了哈。比方说，现在传出来大概
概就是因为牛肉、猪肉产地标示的问题。那广义上来讲的话，美国农产品一直是它的强项，所以除了肉类之外，是不是还有像基改基因的这些粮食作物啊、原物料这些产品也会列在清单里面？外界关心咱政府敢有接到美方对顶关税的通知函。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表示讲，目前还未收到，但是咱方经贸谈判成员目前同款针对关税议题和美方持续在协商。前行政院副院长施俊杰是伫面册表示讲，台美双方还未达成协议，主因有可能是政府的美猪、美牛进口限制和汽车关税两大议题有关系，可能造成谈判掉伫遐。那还在谈，当然就不见得是坏事，就是还有这个谈判有这个降低的空间，应该关税不会比32% 更高。依照现在公布的情况来讲，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谈到比25% 还来得低的话，那相对于其他的竞争对手国，并没有失去我们的竞争优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是呼吁较紧来完成双边协议。学者提醒讲，台湾手头的资源较少，这么代表升起的若国加上高关税冲击，对经济影响恐惊会真大。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这美国总统川普呢，又公布寄予日本甲韩国的关税的通知单，预计8月初1开始就会加扣25%的关税。也那马来西亚、哈萨克、南非、辽国甲缅甸是扣25%至40%左右。这白宫也表示讲，宽限期是会当延到8月初1。即马市场是烦恼讲会有贸易战，所以消息一个公布，这美国主要的指数全部拢大落。北京发言电视镜后一项的通知批广告指出，按算8月初开始对两国扣25%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发文阁表示，若日韩决定提出报复性关税，美国会伫25%关税基础之上提出对等的关税。Sending letters out on Monday having to do with the trade deals. Could be 12, maybe 15 tariffs are going to be the tariffs. I think we'll have most countries done by July 9th, yeah. Either a letter or a deal. Tariffs go into effect August 1st, but the president is setting the rates and the deals right now. 美国已经甲英国越南达成贸易协议，佮继续甲中国进行谈判。川普了，佮宣布，拍算于8月初1开始对马来西亚、哈萨克、南非、辽国甲缅甸扣15%到40%的关税，佮陆续公布真侪其他国家的税率。美国对顶关税90日宽限期，初9特别到期。北京也宣布，川普切签署行政命令，延长关税宽限期到8月初1。学者认为，川普将关税当作谈判策略，不过这可能和美国通膨升悬。He might make a big deal about the tariffs and how much revenue they might bring in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y sense is that he wouldn't actually want to see them implemented because of the costs that would then b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and the drag that have on economic growth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在川普宣布一项关税了，华尔街主要指数拢落，佮宣布其他国家关税引爆全球目前战的纪录。美国继续大落，三大指数拢创3礼拜以来上大一日，落上侪状况。公司新闻陈伟金编辑。教育部政务处长张廖万坚伫6月带团去到北流参加活动的时阵，互媒体甲野出伊是带看守做伙坐公务车出入，而且公司是无分明的。这张廖万坚伊是背回讲，除了家己的机票以外，包括着这带眠、食的，也是讲交通费，全部拢是自费。若阵有讲白贼，伊愿意辞职。我非常坦荡啊！我跟大家报告哈，如果我所言不实，我愿意辞职。表示若讲话无实在，愿意请辞落台。教育部政处张廖万坚，早机票收据甲北流的饭店收据，定清绝对无公私不分。伊讲，跳蚤请伊带团去北流进行运动活动的时阵，知影经费无够，都表明家己出钱，家己无助理，就带外籍真好的太太。在当地的生活费、日资费、餐费。包括媒体不时提到我们动用公务车这个事情，完全是错误的报道。我们当地是自行聘用，说我太太用公务贵宾室，我要跟大家澄清，因为我坐的是商务舱，我不可能让我太太坐经济舱，所以我帮她刷卡买了商务舱，她当然用贵宾室。
伊强调，太太所有费用拢自费，家己敢若由体育署支出机票甲团保。报道讲，坐西馆的公务车是当地自费车司机个车。接受媒体用高规格要求政务官按过细节有出入，因为过去有真侪政务官带家属出去访问的经验，那咧立法认为应该为制度面来检讨，安怎互公务访问有条理应照做。到哪个阶层啊？是到部长的阶层，还是到署长的阶层，或者是哪个阶层？我想政府还是做一个明定的标准。过去到现在一直没有清楚的去界定的这个规范，也希望从这个事件当中，让公部门好好的去检视。有媒体问是不是运动部要成立，定了是运动部长热门人选之一做着针对。伊讲将来毋捌被争取部长的职务，运动部成立对台湾运动界是大代志。是不是有人安尼？外交资料报道表示尊重，毋过无希望运动部的成立会有政治斗争的阴影。记者综合报道。警发生案今仔日继续来开庭，台北地院是来提审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等人，也来团证台北市都委会的吴丰庆到庭。也毋过，这吴丰庆表示讲，伊家己咧做笔录的时阵呢，这用词无够谨慎，所以这内容甲伊所想的有淡薄仔无共款。伊嘛讲咧核对这内容的时阵呢，是有人伫边仔咧甲伊吹。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先落警备车，台北市议员杨晓薇了后也逢提审到庭。警方想按册备继续开庭审理，那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是继续请假带院治疗。法院即届开庭传唤2位证人，透早由前台北市都委会记证吴丰庆先接受检方的拷问。除了就初步研究的意见内容继续理清，伊也伫庭上表示，当初时结束精神了后，对家己感觉无奈生气，因为疲劳。头一届访讯问，主任伫陈述的过程用词无够细致精准，也无应该加上个人的评论，提出笔录甲伊想要表达的无啥共款。佢讲伫核对笔录内容的时，廉政官甲伊吹。证人要看他笔录上面的内容记载的正不正确，直接催促他。说大姐，检察官在等啊，笔录不是公文啊，不用看得这么详细啊。真侪位民众党的党工甲立委拢到庭帮听参与，郭文地牵手陈培琪一透早也出现伫法院了后离开。台北地方法院下规工开庭，一部的拷问庭书延换到另外一位证人，前台北市都委会官员桂泰琪。因那专案后一届开庭，按算伫即礼拜四召开，原地被传唤前台北市副市长田金生，但是因为厝内的变故也已经请假核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环保议题来关心的是，这核电厂的机组敢要继续拍，目前是还搁咧讨论。也毋过，这高放射性的核废料是还无一个较周至的处理的方案。即马民间是提出高放射性废弃物选址甲处理条例的草案，来推速核废料的处理进度，呼吁立法院一定爱到支持。台湾用核电伫要半世纪，毋过核废料的问题也无法度处理，其中使用过的燃料棒。甲高放射性的核废料，要放伫核电厂的燃料池。目前，敢若核一厂完成搭设储存的设施，会当甲用过的燃料棒为水池啊刷出来，暂时放咧。环保团体指出，高放射性的核废料能面临无所在通放的危机。最进步的一个北欧的芬兰都要盖20年左右啊，所以其实如果现在不开始的话，未来核废料真的就是无处可去。那所以这才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迫切的危机啊。处理核废料无进度，要处理高放射性的核废料，更加无法源的依据。环保团体初步公布高放射性废弃物选地点甲处理条例草案，分做12章，拢总106条，经地点分做4个阶段，包括探勘、开发、地下实验室等等完整的规范，保障资讯公开、公民参与、甲损害赔偿的机制。公民参与程序不是急了，是必须要透过这个程序。来逐步形成高阶核废选址跟开发的决策，不是建造的问题而已，它也是一个政治诚信问题哦。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大人们愿不愿意为下一代的环境负起责任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经济部针对核废料的处理，成立放射性废弃物处理专案办公室，讲目前会参考各方的意见。政府草案的版本也未出来，不过有甲民间团体公民参与，双向学习的机制等等相关的建议纳入草案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土城发生家庭暴力的命案，其实呢，这嫌犯前一日才因为违反保护令，互人移送地检署，了后是请回，所发生这场悲剧。这检方是表示讲，其实当初是放人回去的时阵，有通知警方甲家暴中心一定爱提醒这个受害者。也毋过，妇女团体是表示讲，要有方报复，就爱先稳定对方的情绪，这是真需要规个社会资源的支持。伫咧新北市土城区明德路二段，随即发生家暴引申的命案。一个姓谢的查甫人驶车就当咧骑车的姓张的牵手甲椅仔，佮对车顶举棍仔含刀仔攻击因，落尾伊的牵手甲椅仔送病医了后，拢救无回来。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2个小时内在彰化、深港逮捕犯嫌到案。今年5月接获通报后，持续服务至今。我们全力配合检方调查，厘清过程，并协助家属后续事宜。事实上，这个查甫人常常家暴伊的牵手的保护令，伫6月25才拄申请到，7月初到这个姓谢的查甫人就违反保护令，互人移送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伫咧问话了后，就甲请回去，说伫咧吹气就发生这场悲剧。针对这个案件，检方强调，当初放姓谢的查甫人回去的时，有依法通知警方甲家暴中心来提醒受害者爱提悬警觉。也毋过，妇女团体表示，要有方保护，就先稳定相对人的情绪，嘛着靠家暴防治中心、社工和亲人，也是社区的网络，安尼才有通全面发挥保护令的效益。也许是接触相对人的这个相关的网络，一个是除了把这个资讯带给就是被害人端的社工以外，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我们可能找到相对人相关的所谓支持的网络，也许是他的亲友或者是他认识的或信任，可以跟他谈话，就是让他情绪不要这么就是高涨。妇女团体嘛指出，其实保护令申请了后，常常双方也是会因为债务也是囡仔的代志继续接触，安尼也是会有安全的疑虑，所以除了爱继续注意，也要和社工讨论安全规划。目前专案后续是照杀人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一份针对全台湾囡仔这性教育的调查报告，这显示讲囡仔的性别观念平均是干那53.1分，有将近60%拢是无及格。另外，有半数的囡仔呢是靠着这Google家己去学性知识。即马民间团体是来呼吁主管机关，这教材的内容应该就爱结合着实际的生活情景，互每一个囡仔拢爱学会晓分辨甲求助。这间托儿所看到真平静，不过最近煞爆出重大儿童性侵的案件。澳洲一个26岁托儿所的工作人员涉嫌甲8个2岁以下幼囡仔性侵，目前已经封抓起来。对父母来讲，囡仔前出世，这个世界就充满真侪无了解甲风险，所以儿童性教育就是保护囡仔，较袂受到伤害头一步。有一些广告会有，然后呢，我就直接如果的是像是有一些影片，我会直接略过啊。如果呢是那种跳出来的广告，它旁边就会有个叉叉，我就直接把它按掉。因为我都问ChatGPT，因为它都是从其他的网络上截取过来，那其他的网络是不是对的，我也不知道。校园性教育的资源不够，或者是唔知要安怎甲父母开喙的情形之下，不少囡仔就会选择伫网络顶敲锤。根据 NGO 组织公布的调查报告，台湾的学生囡仔性别的观念平均干那53.1分，要到60%无及格。有要一半囡仔靠 Google 家己学性知识，有5%的囡仔已经完全袂记得上课的内容。显示教育的现场，甲囡仔实际上拄到的情形是差真侪。这个资讯是非常泛滥的，但是我们的教科书的内容跟我们学生真实的生活经验落差是很大的。那可能是不止教科书，就连教师本身自己的经验，可能也都跟学生的经验是脱节的。毕竟现在时代变迁得非常的快。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呼吁教育主管机关。教材内容应该结合实际上生活情境，包括多元的性别、恋爱甲情感的发展，也有网络交朋友甲虚拟的互动。老师嘛会当用开放的态度来回应敏感的议题，互每一个囡仔拢会当学会晓辨识甲求助，了解分数的界线。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推动3班互病比例制度，顶个月底是头一届来拨5亿外的奖金，其中这南口的中级病院是摕到4000外万，也毋过目前呢，也是有27间病院是无达到标准，这当中有6间是卫福部的部立病院。护理团体是认为讲目前呢，这护理骹手也是真欠缺，所以呼吁应该爱甲3班互病比例放入去法律内底。
为改善血管护理降低经济负担，卫福部推动3班护病比达标奖励制度，鼓励病院补助护理成绩。6月底第一摆拨付5.47亿奖励金，其中拿靠中景病院奖励金有4053万是第一，不过希望有27间病院无达标。3班护病比现在这样的一个奖励政策呢，我们认为根本就是图利医院的一个政策，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做任何的改善，也没有落实稽核，还放水给这一些达标的医院做奖励。根据卫福部资料显示，113年3月到114年3月，17间3班护病比无达标病院，包含卫福部所属病院体系有6间，分别是部立台北病院、祥和病院、苗栗病院、丰原病院、中华病院、甲台南病院，奖励金是0。薪资待遇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112年增加了4%的这个待遇，那113年增加3%，那今年我们会继续来增加，就是他们的薪资。护理团体对达标率表示怀疑，认为即卖护理人力有欠缺，也希望这次用直接进入护理人员前提啊，佮将3班护病比入法。卫福部强调，达标奖金了后每个月发放，也推动智慧医疗降低护理人员工作负担，建立优善的职场环境，提升护理人员优质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丹那市风台扫过了后呢，台南满岛的这文旦损失差不多是有9成，国军已经出动来帮助摒扫。也那伫咧嘉义这受灾嘛是同款真严重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是除了派人去到支援，也来嘉义市关心。另外呢，这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示讲，伊有接到嘉义来的求助电话，伊也随同意做回救灾，讲若准有需要会搁再加派卡手。一粒一粒的文旦还未到分，拢去予风扇去涂骹去，甚至还搁浸伫水底，有的就算伫咧树仔顶嘛剩无济。但那时风台扫过，造成嘉南地区农损严重，农民讲落果的数量真济，差不多有8、9成，心灰拢乌有去。哦，去有够济啊！迄面安尼，去偌济出安尼。无啊，都还没成熟，都还不够啊，无内底无肉。透早国军出动协助清理，原本8月底会当收成的文旦，拄到即届风台，那个全无法度食，干来会当贩掉也是做肥料，互农民是真唔甘。同款受损当真严重的嘉义县市，高雄市嘛伫咧初7就完成整备去嘉义救灾。暗时啊，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去嘉义市，甲市长黄敏惠鼓励。我唔知你咁严重，你太严重，我交代讲，我调进去。所以我说我们很少说需要大家的协助，因为我们本来在这边有重要。陈其迈表示，过去高雄受到风灾的时阵，嘛受到各县市的帮助，这个是做伊该做的代志。现在台中市长罗秀燕嘛伫咧车北，派建设局甲环保局的人力甲大型的机构出发，协助嘉义县市救灾。因为这个嘉义市比较小一点哈，那所以呢。我们已经过去，已经出发过去。那嘉义县也出发，队伍出发。那嘉义县长，我2个县市长，我都有跟他亲自通电话，说台中市队伍出发，我们一定会派人去，你放心哈。罗秀燕表示，接到嘉义县市长求助的电话了后，第一时间就随答应，而且出动50多个人，按上车北中道对当投入救援。嘛讲卡手若无够，会搁加派过，协助嘉义县市相关中间的工课。记者综合报道。国土署最近要来修订建筑规则规范的这新起的学校甲工厂，防空避难的面积就要比较随时，一个人要提悬到1平方公尺。嘛，因为这防空避难的设备呢，大部分拢是伫咧地下室，所以草案也规定这通风的设备就要用机械式的通风，就要接紧急电源。马演习将在台湾国民防空演习大号，主要是模仿实际战争甲空袭事件发生时应变处理。随科技进步，近期要展开内政部防空避难专区，连接谷歌地图，就是查到相关的避难所。如果说民众有发现，防空避难设施有堵塞的这个相关的情形，或堆放杂物的状况那么这个可以向当地的分局或者是市政府来反映。以现行的规定，防空避难设施遇到这个防空警报释放的时候那如果没有配合的话，会处罚罚款大概3万元到15万元。
各路即阵的战争形态空袭大部分是导弹轰炸。内政部国土署最近也有告建筑技术规则修正草案，规范新起的学校工厂的人均防空避难面积比较系数提悬到1平方公尺。指定通风设备应该采机械通风，并且设有紧急照明设备加电源的插座，供防空避难时使用。就连熄灯变速也列做固定的设备。台湾有很多这种都是以集合性住宅。这个地下空间的部分可能都是利用这个地下停车场通风设备，在遇到比如说电力中断的时候，是不是还能继续运作，是一个关键。我们都知道瑞士长久以来是一个这个和平的中立国家，400年没有遇到真正遇到战争了可是瑞士并没有在因此懈怠。草案说明也讲到，一般非重点基础设施也是非重要军事基地建筑物，虽然不是直接的攻击目标，不过导弹是原地飞，所以讲中原楼层恐惊遭到影响。即阵台湾现行规定，现出地面顶方也有壁的高度应该要有24公分以上。不过参考国外避难所，拢有更调阿文土壁高度30公分的规定，未来也建议比较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康榜来看，这金曲奖到单呢，已经1礼拜外的时间啊。这台语歌王陈以恒甲歌后李德新等人的台语歌呢，伫音乐平台 Spotify 顶悬是强要前20名全部总保。有广播主持人是认为讲，这和这几档政策的推动有关系。歌声是很诚实的，在里面呢会隐藏真侪个性以及咱经过的代志。譬如讲，像我的个性。就是一个小查某。第36届金曲奖伫6月2日颁奖典礼以后到当已经1礼拜，台语歌王陈以恒和台语歌后李德新等人的台语歌，伫咧音乐平台 Spotify 顶悬，共要前20名总目。有咧关注台语金曲的广播主持人阿杰认为，这几年台语和文化政策的推展，鼓励多元的台语创作，嘛进一步互有兴趣听台语歌的口扩大。无共款的音乐的风格，无共款的表演方法，其实就有无共款的人去介意。伊无局限伫讲，敢若固定一款方法啦，所以伊当然即个市场就愈来愈分化出去。我讲这是一款，包含讲少年人，伊无定着一定爱遐高听会清楚台语，毋过因为风格多元的，互因愿意入来看。阿丁嘛指出，侪台语歌手创作拢有带家乡的腔口特色，也拢有请台语顾问。伊认为这是互台语创作愈来愈用路的关键。另外，学者表示，无论是透过李德新发起发音的台语歌，还是其他歌手用无共风格和题材的音乐，拢通看到台语歌有真侪可能性。甚至今年金曲奖也以台语专辑摕到年度专辑。学者认为，伫咧中国抖音音乐强势影响之下，台语歌范式会当作为台湾流行音乐的文化输出的走向国际。中国的流行音乐工业因即马有够大的吼，迄本钱拢足粗的吼，你慢慢你拼袂过伊啊，你用啥物物件你会当甲伊做一寡竞争？我感觉是无共款的语言，咱有咱家己的语言咱的语言是面向全世界的台语的即个语言。学者嘛指出，金曲奖虽然对台湾乐坛来讲有真重要的意义，不过伊认为对真侪少年囡仔来讲，影响力有愈来愈细的趋势。学者建议文化部伫咧华语市场渐渐互中国流行音乐取代的情形之下，就要好好思考台湾流行音乐的未来。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2度，南部地区29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31度到36度。外岛地区29度到35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